咱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保守看顾阮经历一礼拜久。当阮用欢喜得调的心，搁一遍来到圣殿，就是伫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愿这个时刻恳求你垂听圣神，叫赐阮软弱的心灵，互阮会当伫礼拜中间，甲你有更较亲密的交陪。透过礼拜来更新改变阮的意念，透过礼拜领受主所赏赐阮的快乐甲祝福。主啊，阮也要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完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阮无论是参与礼拜的献诗、诗琴、诗会，也是传讲信息，主你拢经过阮手所做的工，也互所有参与伫礼拜中间的兄弟姊妹，会当将阮的敬虔表露出来，来荣耀你的圣名。是阮的主啊！愿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你坚固阮新成立的团队，互阮会当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阮也将阮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特别恳求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阮伫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葡萄园，拢会当做温群的工人，来荣光你的圣名，也互万民你的祝福。阮恳求主你保守看顾，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
就向上主唱新的歌，因为伊行了奇妙伟大的事，伊用大的能力甲神圣的力量得到胜利。上主宣布伊的胜利，伊向万国显示伊拯救的能力。这是请咱起立来念圣诗69首，请起立。请坐。这时，请咱参加献上感恩的祈祷。白镜圣神三位一体，听世间人的天父上帝，在你无比的疼内底，创造了宇宙万物，搁互人拥有你的形象，将你的灵注入人的心中。但是人软弱的罪性所行出的行为，常常伫不知不觉的中间来得罪你。感谢天父怜悯，多情肉身，使会独生圣囝基督做阮的救赎主。今早起，阮抱着真侪悔改的心，祈求天父下罪恩典。感谢天父上帝。过去日子，因为你的保守，阮得到平安。未来的岁月，阮要交托天父来掌管，带领阮的一生，拢会当行伫你的旨意当中。伫感恩节的节期的当中，阮特别感谢你所赐丰盛的恩典，因为目前大部分的国家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也个无法度人解除，而且有哪来哪严重的趋势。台湾受到你特别恩典的眷顾，当神的兄弟姊妹伫遵守防疫的规范下面，会当来圣殿敬拜阿老，感谢天父。阮领受遮尔大的恩典甲福气，阮要献上无限的感恩。因为将近2年来的疫情，带予世间人的苦难，实在是非常的大。祈求全能的天父怜悯，互疫情早日得到控制，互世间人的生活恢复正常。伫这个岁末年中，
阮要用感谢的心，为过去一年平安经过献上感恩，因为无论阮伫顺境还是逆境，拢有基督做阮生命中的盼望，甲以马内利的上帝同在应允，做阮随时的帮衬甲倚靠。以赛亚书记载，大山会当刷开，小山会当迁移，但是你的慈爱一定袂离开阮。伫但降节的节期中，阮拢要存警醒的心来自我反省，透过圣经真理做明镜，会当清晰来看到家己不足甲软弱的罪性。当阮充满了需要的拥有，再来袂记起对别人需要的分享，恳求基督同在来更新阮的生命，保守阮的心怀意念，互阮会堪得领受你所赐的平安。感谢天父上帝恩典，108年的少年教会，领受你丰盛恩典的眷顾，甲济早期宣教师、牧师、长老、执事，甲信徒前辈，尽心尽性尽意的服侍甲调和，建立了现在稳固的根基。面对社会甲政教会嘛做真济的贡献，但是现此时，阮面对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变迁，还佫有大楼未来的重建，教会事业体因为疫情带来经营面的变数等因素。未来教会发展的方向，求天父亲自来带领，赏赐新任的这牧师团、长老、执事甲正信徒有教育的智慧，持守基督是教会的身躯的共识，共同来塑造未来福音事工更较兴旺，社会影响力更较扩大，成做正教会的帮衬的少年教会，来彰显基督的性命，归荣耀上帝。阮的祈祷无完全，这是阮要共同用主祷文来向你祈祷。启应文18篇，2篇90篇，信息后壁27页，我来启，请大家来印。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地甲世界你还未做成，你互人归土。因为在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3日，你亲像用大水甲伊一流去，伊亲像草，早起时无生，
因为阮对你的受气就消灭。你将阮的罪摆在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经过你的大受气。阮一生的年纪是7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耶和华要到几时呢？求你倒转。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求你照你苦楚愿的日，照阮拄着患难的年。愿你的所作对你的奴仆显现。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这是要请圣歌队来赞美。我的我所属我一切的引导。
这时咱要来讲他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路加福音6章12节到16节。路加福音6章12节，有一天，耶稣去到山顶祈祷，伊伫遐规暝祈祷上帝。天光的时候，伊召集门徒到伊的脚前，对因当中竞选12个人，请因做使徒。因是西门。耶稣阁甲伊号名叫彼得，甲伊的小弟安德烈、雅各甲约翰、腓力甲巴多罗买、马太甲多马、阿里菲的囝雅各甲被称作基进东道的西门、雅各的囝犹大，甲后来正做出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另外一代的圣经是伫马太福音26章14节到16节。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加利人犹大，伊去见祭司长。讲，如果我甲耶稣交互恁，恁愿意互我啥物？因摕30块银仔互伊。对迄时候开始，犹大就找机会要来出卖耶稣。圣经以上，今早起，蔡牧师要讲的题目是圣经人物系列73讲。加利人犹大的第一讲，请咱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咱要来看原本底是个名伫12使徒中间的一个人，但是后来伊却被除名的悲剧人物。就是加利人犹大。咱咧看圣经人物中间，咱会看到一寡信用真好、品行真好，值得咱向因学习的人。当然，咱也会看到一寡软弱的人，这人值得咱警醒。咱今日所要看的犹大，加利人犹大就是其中之一。今日当时也是大讲一个第一主日。咱会点到第一期蜡烛，代表愿望。其实大降节就是迎接主耶稣降生，咱准备好咱的心灵的一个时刻。所以牧师要透过这加利人犹大，甲大家做伙来思考咱生命的问题。因为大降的节期也是一个欢庆悔罪、清起心肝。欢迎主耶稣降临伫咱心肝的一个节期，所以咱要来看加利人犹大。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了圣经，就是你的话语。伫圣经的话中间，阮会当得到快乐。因为你的话充满了能力，会通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主啊，阮恳求你这个时刻，找见圣神叫醒阮的心灵，互阮会当自信来听你的话，也享受信心甲快乐。互阮会当伫生活中间实践你的话，来荣光你的性命。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看加利人犹大吼，
犹太这个名原本的是一个非常伫犹太人中间非常通俗的一个菜市仔名。咱伫新约圣经中间，至少都有4个提起着叫做犹太人，其中2个就是耶稣的门徒。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内底有12使徒的名，中间其中咱注意到，其中最后2个，就是拢叫做犹大，一个是雅各的囝犹大，伊个号名叫做达太，甲最后即个卖主的加流人犹大。其实咱顶回有讲过，咱咧讲多马的时阵。多马的意思是双生囝，双生仔囝。其实有人讲多马原本底有人叫做犹大啊，所以犹大是一个真通俗的名。伫新约圣经中间第3个犹大，就是咱若看《使徒行传》第15章，是第一遍耶路撒冷会议了后，耶路撒冷教会有派几个使者去到安提阿教会，其中有一位。伊被称作88的犹大。另外，咱若看耶稣的兄弟的名中间，嘛有一个叫做犹大。有真侪圣经学者讲，耶稣的兄弟即个犹大，真有可能就是咱圣经新约圣经中间启示录头前有一本册叫做《犹大书》的作者。所以安尼咱就理解着讲，其实。当时代，伫耶稣迄个时代，犹大是一个非常通俗的名。但是咱知后来伫历史上，就无人叫做犹大啊。犹大就对人类历史上的名中间消失，无人叫做犹大，因为无人生囝来号做犹大啦。为虾米？因为问题就是出伫即个加略人犹大。这加略人犹大。伊是加略的人，加略这个城市可能是伫巴勒斯坦上界南边的一个庄社，伊是靠近这以东地的所在。咱来知影，就是讲主耶稣甲主耶稣的门徒，因大多数拢是加利利人，就是较北边的人。只有犹大是加略人，较南边的人，所以伊是门徒中间真特别的一个人。其实犹大这个名真好，是一个通俗真好的名。伊原本的意思叫做恶乐，也是讲受恶乐的，也是讲敬拜。这个字有真好的意思。但是今仔日这个好名，却因为加略人犹大来拍拉三去，变做一个世代拢咧热骂的代名词。伫英文的语句中间，犹大甚至成做一个名词，就是叫做背叛，叛徒。所以犹大变做对原本的是使徒，变做叛徒。还有一句英文常常用的话，叫做犹大的金喙，犹大之吻，意思是表示讲，一个人表面真热情，对别人真好。但是内心不怀好意，就是咱成语咧讲的这个笑里藏刀。这拢是因为加略人犹大做了互这个名见效的代志，伊出卖了耶稣，对使徒变做叛徒。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今日要来看这人的生命。犹大的生命有真侪值得咱警戒的所在。牧师要用2个礼拜的时间，甲大家来看伊生命中间的问题。其实伊的问题有哪咧反映咱的问题？因为伊的问题就是一个责任的问题，就是你甲我的问题。所以咱一定爱详细来领受。首先，咱先来看犹大的受调。咱看了这个牧师的小标题讲命运的犹大，就讲领受恩典的犹大，可能有人认为讲牧师你可能拍唔对啊，你的投影片拍唔对。犹大怎样是一个命运的人，怎样是一个得到恩典的人？但是咱若详细来想，牧师问大家：如果你若是活踮伫耶稣的时代，
佮亲目睭看见耶稣所行的，佮亲耳孔听去耶稣所讲的，安尼敢是一个足大的恩典，是嘛？吼！如果你来当亲身军队伫耶稣身躯边看耶稣，对伊学习，看耶稣安怎生活，安尼有真大的恩典，当然是真大的恩典。如果你若真幸运，可去伫耶稣伫众人的中间竞选你才做使徒，安尼敢是一个足大的恩典？当然是一个足大的恩典。所以犹太原本咧是应该是一个足大恩典的人，但是为什么尾仔伊变做一个生命上界悲惨、上界凄惨结局的人？咱来看伊的受调。一般人拢会有一个疑问：耶稣为什么竞选犹太这款的人？耶稣为什么会呼召犹太？为什么竞选伊才做使徒？圣经无讲什么原因，也无记载犹太被呼召的过程。但是咱来理解哦，耶稣咧竞选这个使徒，是经过真心中的祈祷。咱来看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伊安尼记载讲，迄个时阵，耶稣出去上山祈祷，而且是规暝祈祷上帝，通宵祈祷上帝。然后到天光的时阵，伊叫伊的门徒来，对因的中间竞选12个人，然后就这个使徒的名单就列出来，有西门彼得，有安德烈，等等等等。最后一个是，阁有一个卖主的加略人犹太。所以咱理解就是讲，耶稣是经过规暝的祈祷、通宵的祈祷。所以有人咧讲生者讲，安尼牧师安尼通宵的祈祷效果无好，可能祈祷了拄久去所以12个人中间拣毋着一个人。当然毋是安尼啊。耶稣是经过真心中甲上帝交陪了，才伫上帝旨意下面竞选12个使徒，其中包含这个犹太。有一寡人可能会认为讲，耶稣可能一开始毋知犹太的做人，无去调查清楚，才会去竞选一个出卖伊的人。但是代志毋是咱所想象的安尼。咱若看约翰福音书第6章，伊安尼讲，耶稣对起头开始就知影，啥物人无信伊，啥物人要卖伊。所以耶稣一开始就知影，这个人将来出卖我。但是耶稣竞选伊做使徒，所以为什么犹太会被呼召？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咱来明白耶稣呼召人做门徒，是出自耶稣基督恩典的选调，是出自伊的竞选甲伊的恩典。伊毋是看这人好，这人歹。咱知影12使徒中间，咱已经分享遐尼济使徒因的个性，因的个性中间其实无一个是完全的嘛。伊嘛拢捌失败过，甚至咱讲上界出名的使徒西门彼得，伊捌失败过，伊捌3遍无认主，伊捌跋倒，但总是伊了后有回转转来。所以耶稣咧竞选使徒，其实无计较因的缺点，拢互因机会会当成做忠实军队耶稣的人。亲像耶稣咧竞选你甲我相款，使徒甲咱相共，拢是平凡的人，拢是有罪的人。虽上无一个人是无缺点，无一个人无罪，但是耶稣对这罪人中间竞选人来参与伊的工作。而且咱若看福音书，马太福音书逐咱讲，这被竞选出来的使徒，耶稣互因权柄，互因会当医病赶鬼。这互因权柄会当医病赶鬼，是指12个人，毋是指11个人哦。毋是讲这加略人犹太排队伫外口无呢。耶稣嘛互伊即款的权柄，而且若马可福音书记载讲，
门徒就出去传道，互人悔改，佮赶出真侪鬼，用油抹真侪人、真侪病人，医治好因。这中间嘛包含犹太呢，所以犹太被竞选是要做使徒，要传福音，要帮助人，伊嘛安尼照安尼去做。所以咱相信历史中间嘛有人因为犹太的缘故来相信福音，但是伊最后有受到遮尔大的恩典，伊无去珍惜。虽然受恩，但是无活伫恩典中间。咱看见着，耶稣毋是无互伊机会，但是伊的心却被魔鬼所占领。耶稣呼召伊的时阵，其实耶稣的心是真诚的，但是犹太选择背叛的路，互咱感觉真可惜，也会当真做咱的境界。对犹太的心肠，咱会当来思考。伊原本会当甲亲像其他的门徒同款，虽然失败，虽然跋倒，虽然四散，但是到落尾，因为耶稣基督的疼，佮背起十字架，成做神圣的使徒，得到永远的福分。但是伊无啊，伊的结局是遐尼啊凄惨。所以犹太的性命，互咱两个真重要的提醒。第一，就是爱珍惜宝贵的恩典。恩典是上帝白白要互咱的，咱爱求上帝，互咱有信心啊！因为连咱的信心嘛是上帝互咱的，求上帝帮助咱会当珍惜这款的恩典。犹太的受调，互咱真大反省。但每一个人拢是介意相共，是受恩的人。犹太有听过耶稣基督的教训，明白伊所带来的福音。但是，伊无珍惜伊。咱每一个人嘛，拢有机会听到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明白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咱拢是受伊恩典的人，所以咱应该爱求圣神帮助咱，互咱会当珍惜这款宝贵的恩典，永远活踮伫主的恩典中间。这爱求上帝帮助咱。第二项，犹太。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毋通轻视罪的力量，因为伫犹太的身躯顶，咱看见着罪的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伫耶稣传道的生涯中间，伊呼召12使徒，组成一个传福音的团队。伫迄个时阵，犹太甲真侪门徒相款，拢甲耶稣基督每一工拢斗阵做伙，无论公开还是私底下。伊拢甲耶稣基督有真侪亲密的交通，而且伊阁是真受重用。伊被耶稣竞选出来管理因即个团体的钱财。咱来想看觅，一个人被来选做担任即个财务总管，应该是真值得大家信任的人。伊本应该是一个真受恩、真忠实伫耶稣即个团体中间的核心分子。但是伊的心却因为罪影响，被罪所捆绑。咱不管犹太卖主的动机是安怎，伊受到罪的捆绑，所以伊无法度控制陷入迄个罪恶的深坑。所以罪的力量是偌尔可怕，会当互一个上界亲密的学生变成做出卖主的对敌，会当用一个上界尊敬、上界亲密的金喙，变成做一个背叛的记号。犹太之所以得到恩典，但是无伫迄个恩典中间无分，就是因为伊的本性。伊本性中间有真侪互伊沉沦的因素。所以接下牧师要分2个礼拜，甲大家来看伊本性中间的4个问题。就是贪婪，就是野心，就是伪善，就是背叛。其实这4项问题，贪婪、野心、伪善、背叛，也是咱生命中间的本性的问题。咱要透过伊的失败来警醒家己。咱今日要先看第1项，
就是伊本性中间的迄款的贪婪。圣经咧形容犹大的时阵讲，因为伊是贼，伊管钱，常常偷摕公款。我拄则有讲过，伊是门徒中间受重用的人。圣经中间讲，耶稣竞选伊来管钱，伊是耶稣布道团的会计去管出来，所以伊甲钱会当有真侪接触的机会，但是伊骹手无清气，常常利用伊的职权，顺手牵羊，偷摕公款。咱今日所读的第二段经文，伊到尾要卖耶稣的时阵，伊去找祭司长，伊来讲：我若出卖耶稣，互恁，我会当得到啥物？叫祭司长摕30两银互伊。伊用这30两银将耶稣基督出卖。所以，这两段经文，咱说明讲，犹大本性中间是充满了贪婪。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也知影，伫金钱顶面吼，咱也特别细腻啊。世间人，有的人一生只追求钱财，到老尾被钱财所捆绑。原本的钱财伫圣经中间是中性的，无罪恶，但是贪婪和钱财变成做一个可怕的对敌。保罗提醒提摩太安尼讲，伊讲遐个想要发财的人，就陷伫迷惑、落伫罗网，甲真侪无知有害的私欲内底，互人沉伫败坏甲灭亡中间。贪财是万恶的君源，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真侪忧愁将家己刺透。所以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伊讲贪财是万恶的君源咯，吼。伊毋是讲钱财是万恶的君源咯，伊是讲贪财，就是你贪婪搁加上钱财的时阵，贪婪是内心极大的问题，也是坠落的原因啦。牧师今日要将这焦点吼，放伫这个“君”这个字吼，“金”啊吼，树根的“金”这个字。咱来知影吼，金就是树仔的一个根源吼，金的意思就是根源的意思。咱若金中间充满了贪婪，贪婪的人就是用自我做中心，伊会过头去听家己，会过头去听钱财，会过头听这个世界。圣经同咱讲吼。既然好树就结好果子，独歹树结歹果子。好树袂当结歹果子，歹树袂当结好果子。这是咧人讲自然界中间的真理，就是你种了啥物花，就得到啥物花。华语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子种落的时阵，生根了后，就有缘未来会产生的结果。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人若洗种卜仔生菜瓜，其实无这个代志啦。种卜仔就生卜仔，种菜瓜就生菜瓜。这是自然界的真理啊！贪财君，就结出万恶的果。咱来说哩，咱看见着这个根吼，那是贪婪的话。爱家过头爱家己，过头爱钱财，过头爱世界，伊将来伊就生到一丛树啊，树啊就结果子，结啥物果子？结白菜的果子。有个人为着要贪钱财，所以会当讲白菜嘛。咱看即马诈骗集团遐尼济，都是贪婪引起的。伊阁利用人的贪婪。第二项，伊可能会结啥物果子？结自私的果子。一个人若听家己，赢过听上帝，赢过听别人，这人就是一个自我中心、自私的人。伊会结啥物果子？伊会结放纵的果子。这人
贪着钱财了，伊就放纵家己的私欲嘛。会结什么果子？会结骄傲的果子。当一个人倚靠钱财了，伊就袂晓去倚靠上帝。会结什么果子？到落尾就结邪恶的果子。就是邪恶的心伫伊的心中生炭。啊，这拢是因为贪婪的根所产生的果子。你若种了贪婪，你就生出这款的果子。而且咱来理解，这根有第二项特质，就是根是充满了力量。我才有2张图，这2张图这是台南一个，即马叫做风景点叫做安平的树屋我相信真侪人拢去遐参观过。伊即个所在原本底是即个，伊边仔有一个德记洋行的一个仓库，战后了改做台盐的仓库，后来就无咧用啊，所以因为迄个所在就无咧做盐啊，所以就无来使用，就囥趴园囥50栋，50栋拢无人去来整理可能有迄鸟啊，还是啥物动物，捡迄落墙仔的种子去迄个厝顶，还是讲囥伫迄个架去迄个墙仔顶，结果50栋了就变做安尼。今日你若去看遐真特别树根就规个将规个墙、规间厝包掉的。这今日若要处理就安怎？规间厝爱拆掉啊！所以根你若无及时去处理，伊迄力量真大，伊规间厝来包掉的。你若要修理的时阵，你若这根要挽掉的时阵，规间厝就崩去啊！所以根爱趁伊人讲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伊迄根未大长的时阵，就爱来除掉，无伊就产生真大的力量，将你规个人拢拔掉的。贪婪的根伫咱的心中，咱这第2张图，这就是你看迄根的力量。迄阿蒙图也是讲，迄个点仔架是非常高，有气力的。叫这树根会当来撑过，会当浮起来。路规条拢歹去，这是根的力量。所以听后到树大丛结果子的时阵，你较要去拄你的根，你规丛就害了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根需要伫伊还未生炭进前，就爱转换。根就是源头，就是信念，就是咱的价值观。咱来恳求上帝去改变咱的根源，改变咱的信念，帮助咱建立迄个好的价值观。亲像咱拄则看的第一个图是安尼对无？因为贪婪，因为疼家己、疼钱财、疼世界，就生出欺骗、自私、放纵、骄傲、邪恶，这果子。今仔日咱就爱对这个根源开始处理，就是咱爱用上帝互咱的疼改变咱，互咱会通开始疼别人赢过疼家己，疼上帝赢过疼这个世界，互咱的心对自私开始变作爱分享。安尼，这个根源改变了。咱的果子嘛改变，邪恶就变作良善，白贼就变作诚实，自私就变作慷慨，放纵就变作准则，骄傲就变作谦卑。安尼规丛就因为根源的改变，规丛树就结出水阁好的果子。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看犹大的生命，因为贪婪的根来束缚伊，而且伫伊的心中，伊互伊生炭，
伊去拒绝耶稣基督的疼所带来更新，结果就结出生命歹的果子。这值得咱警戒。所以这个时刻，咱领受了上帝的话了，这个时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来这个时阵，咱来想看卖，咱心中敢有啥物款无好的代志，来捆绑咱的生命？牧师相信，透过圣神的帮助，伫咱心中动工，会当互你心中的这物质忧愁，也是无好的意念、无好的想法，拢会当对你的心中排除。由圣神来帮助咱，由上帝将这无欢喜的代志来刷开，而且互咱有水果好的根源。咱的生命得当结出真水的果子，所以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开，牧师特别要为着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将咱心中无好的意念拢排除，佮替换新的正确的价值观，互咱的生命会当结出水的果子。咱同心来祈祷，希望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刺察我，来警醒我，来调整我。求主这个时刻进入阮中间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对阮家己的信念会当有警醒。求主用好的根源来代替歹的根源，将阮心中你所无欢喜的代志刷出阮的心中，将阮心中的恶杂、物质、超凡以及贪念，拢伫阮的生命中间除去，佮找见圣神进入阮的心，用真的疼伫阮的生命中间动工，互阮无搁再疼家己过头，无搁再过头疼世界，过头爱钱财，反倒当是疼别人赢过疼家己，疼上帝赢过疼世界，成做一个意爱分享的人。互阮的生命因为根源的改变，就结出水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圣名。我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请咱来吟圣诗258首，致力甘愿，互上帝印刷，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如果你若无了解奉献意义的人，请你唔好勉强。这是请咱企业来做奉献的感谢。关乎本愿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供应阮日常的欠缺，这是阮献上淡薄的金钱，要做圣工的使用，愿你感纳，祈祷奉靠主圣名，阿门。请坐。离报告的大声，我心中来提醒咱政会友，今仔日的报纸头一版，就讲有这个新的病毒，真厉害的这新的病毒，咱台湾。会当目前维持这个现状，是咱政府相关的人，甲咱百姓
三角合作，才有即款的成果。请咱游员要时时对即个疫情保持非常适宜的心态，因为咱会可能真久放松去即款的疫情真正是对全世界讲起来是真严峻的时刻啦请咱伫即个平安的当中，游员毋通阁伤过头，甲即个代志甲忽略去以上。我来报告本周的事工就是讲伫第4页遐有记载讲，本主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咱有点到第一指示的蜡烛代表希望基督耶稣的降生带予咱无限的光明甲光芒。互咱伫即个大港的节期，透过读经、祈祷、日子甲主同行，来心中来思考主耶稣降生的意义，用咱的生命来为主发光传福音。有关圣诞节活动的报道，伫咱的周报第13页，请咱大家家己来看本主日也是本会所定感恩节的主日今仔日礼拜的当中有要做教会事工感恩的奉献，互咱会当时时来孝顺主的恩典，日日分享主的慈爱，透过咱的奉献来参与支持教会所有的福音事工。另外，伫即个第7页的所在。有一项代志爱来拜托大家，就是有关三支安养中心迄个消息内底有一项，就是劝募的专案，有即个台新慈善基金会有办即个活动。咱即仔伫即个活动内底所得到的票数就是有差。咱即仔目前是排伫第3名，差第2名有差500个人数就对啦。所以咱也会当每一个长辈拢会当去来扫即个 QR code 无定咱就会当赢过迄个第2名咱就有寡政府的一寡迄个补助的奖金啦希望大家来响应即个代志报告以上今仔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做牧养的代祷。毋知咱中间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无介绍因为我手中无名单，毋知敢有？若有，请你举手一下，互阮认捌一下。好，牧师来补充报告咱伫即个大港节期甲圣诞节期拢有真侪遮个教会活动包含咱牛埔庄嘛有举办2个讲座所以请大家会当照迄个时间来报名来参与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求恩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伫即个疫情也搁咧蔓延的中间，保守看顾阮拢得到平安。阮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也恳求主你持续带领保守，互阮继续享受你所赏赐的平安。主啊，特别伫即个季节咧变换的过程中间，恳求你亲自照顾阮，互阮的身体得到健康。得到你的保守，亲爱的主，阮的肢体中间，如果若有拄着忧伤、艰苦的事的人，求主你亲自安慰扶持；如果若有身体病痛的，求主你亲自医治照顾。互阮伫即个困苦的过程中间，仰望你来得到帮助。
我也恳求主你持续引带保守看顾阮的教会，互阮新成立的团队会当伫你的带领下面，用光你的性命祝福万民。恳求主你赐福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上言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咱起立做伙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绿岛社温享受车见。